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今日要讨论的议题哦，是咱空军战斗机失联这个消息啦吼。是咱看到讲这个 F-16这个飞官张正志啦吼，因为这个失联目前要咧这个咱讲国军吼也咧全面敲找当中。不过咧，咱就讲吼，为什么这个空军小连线出代志，那会这么啊拄好？咱看到讲吼，昨才办完咱讲台东基地 F51这个失事飞官朱中校啦吼，个别是吼中昼才拄结束，总统蔡英文嘛颁发着这保养令吼，但是暗时就看到讲，哇，这阵失联的这个消息吼，真正是互人真正意外啦吼。咱嘛看到讲吼，昨伫咧夜间训练的这个任务内底，雷达光点怎啊消失去吼？时间上吼，这两站吼，咱讲这个失联啊，是讲失事的这个意外吼，真正伤过紧啊。所以有媒体就评论讲，这个军队咱讲吼，国军一年来吼，这个演习也好，训练也好，有官士兵死亡这个事件，总共一句是安怎？军运无好啦，国运无好啦吼，广播听到吼，真正嘛是严正驳斥讲啥咧？这款言论真正对国家安全完全无帮助、无价值吼，更加是吞塌掉咱讲国军官兵的这辛劳、这个付出啦吼。可可咱这个媒体啦吼，真正卖失专业去啦吼。落这款标题啊，讲这款的这个议题咧，这个设定吼，真正是吞塌家己的这个新闻专业，非常无品、无水准吼。另外，咱也要讲到吼，真正有人咧要讲，是毋是因为咱看到吼，这今年以来，还是讲过去以来吼，这个强机安尼不时伫起无空吼，三不五时就甲你乱一个，空军就安尼起落来去应付啦吼，赶因走，互这个飞行官这个压力伤过大。但是咱讲国防部嘛强调吼，这是一般的这个训练吼，咱讲脏的这个部分吼，真正卖大家这个得高倒菜刀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讨论。今日邀请节目对应咱三位来宾，第一位咱要邀请到前广播新政处参谋官黄平浩。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到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陈良智。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是啦吼，咱要带大家来先看讲吼，这个敲锤这个进度到底进行了安怎？先出来看。张正志上校所驾驶 F-16单座战机失联了后，国防部马上就进行海空的搜救。第二颗了。这座 F-16战机17号暗头6点05分，为花莲基地起飞了后，进行例行性的训练任务。起飞2分钟了后，伫花莲机场东北边8海里雷达的光点消失。乌鹰直升机伫暗头6点25分出境来搜救。18号上午，乌鹰直升机再度出动，接续搜救的任务。海军甲海巡嘛出动了10外只的船，北边为花莲的中立，南边甲水莲的外海，分别开河来进行搜救。起来底以北，并在这个三站溪以南进行搜索，还没有发现到残骸。但是今天、明天，依照气象，那个海流平稳。国防部表示 ，F-16失联的时阵，关路大约是6000英尺以上，能见度是4海里外。F-16的驾驶张正志上校是65年次，空军官校正期88年班，目前是第5联队第26作战队长。飞行的总时数是2230小时，驾驶 F-16嘛有1815小时，是战术专精教官。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蒋上校活生生的带回来，平平安安的带回来。张正志上校伫去年10月份空军重大演训天龙操演当中，代表第5联队来率队，摕下了全空军联队第1名。伫为战机失联了后，经过10几点钟的搜索，目前还未发现，将会继续来找人。我们预计今天会规划12架次的飞机，一直会搜寻到19号的6点钟。后续我们再看情况，还会持续的一直进行搜救的工作。也因为张正志上校是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官，17号失联迄个暗头天气真好，军方强调将会尽上大的努力来找人。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吼，真侪媒体伫摇来摇去吼，但是咱讲影响飞安的这个因素实在真侪吼，伫咧查明进程吼，实在袂当安尼吼，咱讲吼乌白伫摇啦吼。
其中吼，咱嘛看到讲吼，咱所整理的这个部分吼 ，F-16A 吼，这个失联的这个状况是啥物吼？咱先来看，这个第5联队吼，第26战队的这个上校啦吼，咱看张上校吼，伫昨日咱讲暗时的时阵，伫夜间飞行的这个训练吼，伊驶到这个 F-16A 这个吼，咱讲战斗机啦吼，伫咧这个6:05分自花莲基地起飞，但是无到2分钟的这个时间吼，随来失联去啦吼。咱讲这个雷达的这个光点，伫咧花莲机场吼。东北方这个9海里的海域来去消失去了吼，当时的这个关度差不多伫6000尺了吼，无这个人员接受到任何无线电的这个呼救了吼。咱嘛看到讲已经出动到这个海军也是国防部吼，佮有这个超叉机啦吼，还有空警总队，佮有超救机吼一。咱嘛看到讲海巡呢，嘛出动16只啦吼，伫咧新城外海吼，做一寡来回这个超吹啦吼。协电台、基隆海岸电台啦吼，海军军舰还是讲海巡署，这个这个船吼，咱继续伫遮公布。这个船来倒吹了吼。首先，咱先来请教教官吼。虽然讲吼，真正这个媒体也好，还是讲吼，这个一寡不良人士吼，伫咧社群媒体底下放消息啦吼，讲哇，这可能真正是这个咱讲吼国运无好啦吼。你安怎看这种媒体报道咧？我较早是伫迄个新建的部门。是啊。讲实在啦，咱军队吼上要紧的是所谓的迄个士气哈，莫讲出一撮代志，大家拢吼为迄个足负面的所在去想，若讲媒体安尼报，对咱国军也好，对咱的迄个飞行员也好，大家心理上感觉讲，敢是军运无好，还是安怎？这甲军运有啥物问题？你看觅。前无偌久，美国的伊的迄落海军的迄款演习共款啊，因的飞行员嘛共款落海啊，嘛有出代志啊，所以讲这吼全世界倒一个国家，即款代志拢会出为什么？有啥物原因？讲迄个。足歹讲啊，实在是足歹讲，因为拢机械的问题啦，天气的问题啦啥，足侪迄个问题拢有可能，互因吼一时出一个代志，哇，安尼就随着规个飞行机也好，人也好，拢受到足大的影响。是。也毋过不论安怎咱国家原来就爱需要讲咱的空军来。替咱来保护，所以讲，咱莫讲安尼讲一寡有诶无诶，为着讲你诶新闻较好销啊是安怎结果互因心内感觉讲安尼足郁卒诶讲实在，出即款代志，大家心肝内拢足郁卒啦，心肝都足艰苦讲哪会个安尼咱来等空军因家己做第一点，先爱找着人甲飞行机。安尼过来看是啥物问题？是安尼毋知是较理性的一个做法。安尼对于咱空军来讲，对咱国军来讲，嘛较公平嘛。有影啦吼，若是讲吼，真正即个失事的即个原因吼，拢要甲伊归到啥物？咱讲吼是运气也好，军运也好，也是讲吼即个国运也好啦吼。真正伊讲吼真早，即个好歹离运吼，今年是即个2020年真正较歹过吼。若是用即个运气来去看军队，安尼嘛对军队无介公平吼。首先咱个请教咱的即个副研究员吼，安怎来看吼即件代志咧 ？OK， 谢谢阿明吼。其实吼，飞行机失事吼，伊有足侪原因呢。吼，咱一般所讲的，无非讲天气的因素，啊是讲机械的因素，嘛是吼可能有人为的因素。我是感觉吼，即件代志吼，在未找到飞行机也好，上好会使在咱的飞行员找到吼，找到人也好吼。我感在这之前吼，其实伤侪的即个。预测啦，伤侪遮个不明的遮个讲法吼，我感觉拢无必要。是吼，其实咱看到这个新闻发生的时阵吼，心内我拢做震动的。因为较几礼拜前尔，咱迄个台东 F51的即个飞行员吼，嘛较担安尼失事。我昨吼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新闻的时阵吼，我心内都做无平静的，嘛做不安的吼。我想讲，是毋是过来吼半点钟、1点钟内底会使真紧有好的消息来
传出吼，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无。但是我感觉吼，咱国人也好，吼媒体也好，吼，在这个吼事实还未查明之前吼，我感觉大家应该是保持一个关心，是，吼祝福，吼祈祷的这个心理，等这个吼事实的这个证据有一个进一步的迄个吼掌握的时阵吼，咱开来看事后的这个检讨，还是迄个报告是安怎？是，我感觉安尼应该是一个较健康的这个心态。有影啦吼，所以咱讲继续请教教授啦吼，其实咱除了这个媒体这款评论以外，还有台东县县长吼姚庆玲吼，伊伫嘛伫面册头顶吼，随普文搁这个台文吼，伊讲吼，这个台东的这个 F51这个失事的这个代志啦吼，伊就讲吼哇。怎啊，佮出现这款代志？伊讲吼，你吼就爱说明。我看你安怎讲吼，这你可能是指着这个总统蔡英文吼，安怎去背过啦吼。但是做一个吼台东县长吼，敢安尼做这款这个发言，敢有适当咧？我感觉当然是无适当啊，因为这个基地伫台东，无代表讲台东的县长对空军的专业足了解嘛。是。好，其实讲实在无了解嘛，毋是伊唔对，但是吼，这个发生代志吼，马上就怪总统吼。这我感觉足奇怪，因为吼，假使真正怪总统的时阵，就话吼，过去这个这个蒋介石蒋经国的时阵无飞机失事是足济啊。是。迄个时阵，假使爱怪，实在是爱怪因两个敢有但是敢有人做这种无聊的代志，无嘛。所以这个头拄啊两位先进讲的，我拢同意。是。就是第一这是只专业的代志。真正发生应该除了大家希望这个飞官会当平安救到转来以外就是这个增加这种社会不应该这种恐吓的这种心态，我感觉是无好。但是咧，我感觉有一项代志就是嘛爱注意，就是第一啦，就是。这不管如何这个发生代志是大家拢无想要看到，损失飞行机嘛，损失飞官嘛，至少过去来讲，损失飞官这是大家拢感觉足悲哀的代志，所以空军也是国防部一个正常的机关发生任何这个不幸的代志第一步应该是爱家己爱反省，爱赔实的，唔是。第一步马上就讲大家爱来甲我支持，支持你是咱的责任，但是爱改善爱这个培训的这个应该是这个任何的单位应该爱有家己的爱有家己的这个有一个警觉性爱自觉，因为呢，你损失的是国家的财产，你损失的是这个。人的性命，当然，即摆来讲，我相信应该会当平安救到转来。但是过去的代志，咱看讲无每一遍拢是希望大家讲你爱支持国军，支持国军是应该的，咱拢做过国军啊，支持国军是100%台湾人拢应该爱做的代志。但是这个国防部应该爱提出更较好的改善的这个策略，更较好的政策。即马对大家的这个怀疑对大家的这种担心应该爱有真正较好的方式来给大家说明。是，我感觉这是必然，无的话一定是这个无适当的这个手法亲像你头拄讲的管调的这种一定足侪，所以政府应该是爱大家教育讲，即马台湾的空军咱的这个空中的这种国防是无问题，假使真正有出现问题话，政府应该有啥物办法亲像你即马飞行机假是无够，还是啥物紧甲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租嘛好，借嘛好，这拢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是。第二就是这边代志发生咱当然拢希望这个飞行这飞官一定会平安倒转来。是。但是咱嘛爱检讨讲，就是咱即马军方即是伫暗时伫即种救人的即种的设备即种的能力到底有够还无够？是。因为这个是对咱的这个空军的这个战斗的力量是非常的重要啦。因此咧这。过去咱看过去23年以来F16已经发生的这个代志已经飞行机损失的已经有7架，是损失7架飞行机但是咧这个飞官救2个转来呢，7架飞行机损失救2个转来这讲实在是毋是代表讲咱对于这种的这个保护这个飞官这个性命这种的
设备，吼，咱的这个救人的这种的，吼，这种战力哦，实在讲有够还是无够 ？OK， 就是讲吼，国军嘛是爱来检讨讲吼，因为到底机制都会出问题吼。这架无人机损失救人的转来吼，这当然吼，我相信国防部空军哦，一定100%希望每一个都会让救到转来。但是事实就是救人的转来尔，所以吼，这按不按怎来改善吼，这个爱按怎增加这个经费吼，啊是这个研究吼，我想这是未来对台湾的国防是非常重要。是啦吼，咱讲到这个部分吼，咱再好好来讨论。咱先要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头拄咱讲的这个原因有真济吼，但是咱头拄嘛一直强调，这查明原因进前吼，大家莫伫遐摇来摇去吼。但是咱讲吼，这个是毋是天气的这个因素，嘛有真济这个专家咧讨论吼。啊，咱先来看讲咱的这个综合报道。空军花莲基地一架 F-16战机暗时夜航训练起飞了后失联，目前也在搜寻中。总统蔡英文早起表示，驾驶飞官张正志是国军好长官、好兄弟，是非常重要的人才，要求所有的单位袂当放弃任何机会，也需要彻查事故原因。空军已经将 F-16全面停飞进行检查。那我也要求必须要彻查事故的原因哦。那该负责的就负责，那该检讨的就检讨。蔡英文也要求国防部国防战备袂当有任何的放松，佮拜托所有的咱国民众和国军上大的支持甲力量。这摆实施的 F-16战机是1992年向美国所采购的，在台服务超过20年。历年已经有7架失事的记录，自1998年开始，1999年拢总有3架摔落来，造成2名飞官罹难，1人失踪。2013年飞官吴彦廷伫飞行机摔落来时阵跳伞获救。2018年6月，伊却伫执行任务时阵弄伞殉职。代志过2年外，阁有 F-16失事，专家研判这摆环境因素可能性低。机械因素管，它起飞时间2分钟，刚刚离场完毕，正在爬升当中。是飞机操纵器的发生，还是发动机出了问题？人要马上注意处置。那波道油车正在换，根本没办法就要呼叫。那会不会因为夜航的关系，也会造成这个空间迷向或错觉，都有可能哦。张彦廷表示，飞行员张正志是真资深的飞行员，并且担任队长。飞行经验非常的丰富，也真优秀，身体状况也应该无问题，因为因素可能性非常低。另外，敢有老旧的问题，需要看飞行机的781仪表记录机放的记录器。伊也认为，花莲外海有真深的海沟，就要把握时间找找失事原因，才会当有真相。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咱就来小概讲吼，这回这个失事的这个连队伫咧倒位，然后咱嘛做一张图表来去做整理，然后咱其实嘛有整理到这个 F-16吼买入来时阵是这个1997年的这个部分啦吼，啊咱嘛看到讲公司是这个美国 Lockheed Martin 这个部分吼，啊逐台吼差不多是6.7亿的这个新台票，伊的这个战机的这个特性吼，咱嘛讲吼，这是咱主要的这个战斗机之一啦吼，这个推力真大啦吼，啊爬起哩也是讲称冠的这个部分吼，真正速度真紧吼，啊伊的配备咧吼嘛是真密的，咱讲航电的这个装备啦吼，啊嘛伫空中吼真正是战斗的这个好手伫咧，但是受限吼，中国这个压力吼，美国无法度卖咱吼，甲其他这个国家共款吼，这个性能吼。差不多要讲啊，这个型号啦，所以这个 Lockheed 吼嘛为台湾打造是吼，较家己独一无二吼，无这个第2款的这个型号啦吼。啊，咱看到迄当阵吼生产着150台吼，但是连这回这个失联的这个状态啦吼，差不多已经算到10架。那么看到讲，伫咧1997年吼，这个头批2架飞到咱讲。空军的这个嘉义基地啦吼，另外伫咧2001年的时阵，401连队吼，咱讲这个黄教官啊，还有这个新这个教官啦吼，即阵是咱讲空军这个司令吼，2位飞官是创下全球头一摆用到 F-16吼发射这个鱼叉飞弹的这个记录吼。另外咱看到2001年的时阵，455连队吼换装21、22、23作战队正式来去成军吼。第2这个过当年，然后咱看到401连队吼嘛换装吼，咱讲17、26、27作战队吼，伫咧咱讲伫咧
花莲这个部分啦吼，来去做一寡升军这个动作。啊，另外第12个这个侦校队嘛升军吼，但是咱看到这个红色部分26就是这回这个失事的这个单位啦吼。但是咱头拄仔讲到真济，这个 F16已经服役这个20档啊，啊美空吼。伫咱这个后勤也好，还是讲这个零配件也好啦，应该是无欠缺啦吼。啊，头拄咱伫影片内底嘛讲到这个失事的这个原因可能是机械。头拄咱讲吼，2分钟起哩就无线电嘛无呼救啦吼。到底有啥物原因？咱个会当安怎去甲找出来无？讲实在吼，这个飞行机的问题，实在足歹讲，足歹讲。因为讲吼，机械的问题吼，可能毋知是线路啊是安怎吼，因为愈精密的迄款的迄个飞行机啊，伊的迄款的有一个部分，然后有啥物问题，一下就可能就会失火啊是安怎？OK。啊，另外是咱台湾啊，因为讲咱台湾的地形啊是足特殊的，全世界无参像讲咱台湾。无偌大啦，吼，啊，迄个山，为海面一直到3、4千公尺的即款的，吼，迄个地形一个变化，所以讲即款会造成讲伊的迄个气流吼无稳定，所以讲咱较大只飞行机，有当时啊咱坐迄个飞行机出国啊，要转来时阵要降落啊啥，你就会感觉讲，有当时啊伊迄个啊，敢若。一直在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是安怎？因为讲那地形就是较特殊。啊，伫花莲啊、台东迄边啊，你讲安尼一下就足称悬的即款山哦。啊，所以讲伊的迄款的气流的影响哦，讲实在，愈较严重。所以讲啊，若讲夜航的时阵，伊的不可控制的因素更较多。所以咱即款的吼，咱实在爱。感觉哦，咱的飞官吼，足有勇气的吼，为着保护咱台湾，为着咱的国家，安尼大家吼，逐工拢伫遐安尼冒着遐尼大的危险哦，安尼逐工来出份，我感觉这咱爱甲鼓励，吼，咱讲吼是来了不起，有影，所以讲即马出啥代志，这实在需要讲。来找第一点，即马上要紧来找着人，因为讲人是上要紧的。你看这个飞官，伊迄个飞行时速累积2000外，特别3000。即款的可能迄个飞行员要训练，要累积安尼者，无简单。所以讲，咱想办法爱找着这个人。啊，另外飞行机的问题嘛是共款啦，找着上好。啊，毋过咱嘛要了解讲，咱。东部迄个海沟足深的吼，有当时若飞行机失事吼，足歹找的。有影，咱嘛看到讲这个船长啦吼，真正讲吼，这个海沟这个部分吼，增加咱讲敲锤这个难度。是，搁海流，海流遐拄啊，人讲的海潮，往遐过嘛，往遐过，所以讲伊的迄海流嘛流得足紧，所以咱要找的时阵，可能有当时伊的迄个飞行机的遗骸啦吼。人啦，拢会，或者海涌吼，一直海流一直甲流，是。所以讲，这就增加讲咱要搜救的困难。有影啦吼，所以咱嘛阁有一届来回顾讲吼，其实咱 F16即阵已经伫台湾服役20外档吼，这20外档来，其实这个失事的这个部分有9件事故啦吼。咱嘛讲到这个1998年的时阵吼，伫咧平湖外海啦吼，当阵咱看到是这个有2个这个军官。伫遮来去这个下落不明啦吼，伫咧马经这个部分吼，1999年的时阵吼，1月25啦吼，伫咧台东这个部分吼，是弄山弄到这个台马里乡啦吼，咱讲伫遮吼，真正是2个军官来去死亡。另外咧，1999年6月初1的时阵吼，当阵嘛是实行着这个夜间的航训的训练，伫绿岛西南平2里海峡这个失联去啦吼，尾手是失踪。另外咱嘛看到讲8月18的时阵吼，这一年来底吼出现了3件意外啦吼，伫咧嘉义基地训练的时阵吼，这个发动机吼推力来消失去。
飞行员吼紧急跳伞逃生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逃生了后，这个战机是摔落吼，真正是害去。人讲2008年3月7日的时阵，是这个战斗机伫咧花莲吼执行着夜间训练，共款嘛是夜间训练吼，失事来坠落海边啦吼，啊，咱看到嘛是失踪。另外咧，2013年吼5月15日时阵，伫假期吼，咱嘛看到讲吼有学员咧换训的这个时阵吼。机械的因素啦吼，嘛是这个咱讲飞机载落去啦吼。当阵咱看到是吴中尉啦吼跳伞来得到这个救护啦吼。另外伫咧2018年的时阵，共款嘛是这个吴中校，但是当阵已经变做这个中尉啦吼，即阵已经是少校啊吼。但是当阵真正逃生了后，伫咧2018年真正过来失事去啦吼。这回咱就看到11月17的这个部分吼，花莲基地。飞行夜航的这个训练吼，无久了后，雷达光点来消失去啦。即阵咱讲还咧敲找当中吼，所以咱看到即阵咱讲 F-16是全面来停飞，咱嘛看到总统出来问讲吼，即阵就是爱彻查原因啦吼。即阵是这个 IDF 的这个战斗机来去做一寡吼接替咱讲 F-16即阵的这个战斗吼任务的这个演训吼。咱讲这3只战斗机也好啦吼，这个 F-16。咱个有幻象，这个2000啦吼 M2000，个有咱讲即阵的 IDF 啦吼，其实咱看到伫咧演训的这个咱讲最近这个攻击嘛是起无空真接啦吼，咱讲这有可能是毋是这个原因造成咱讲吼失事，还是讲失联这块原因存在无？首先吼，我想讲我要帮咱观众朋友吼解说一个问题，就是讲。这2日咱呢发生这代志了吼，咱足侪声音开始咧质疑，就是讲是毋是 F-16伫台湾那个失事率吼、失事的这个比例吼伤悬啊吼咱若敢看讲过去吼，这个伊其实1992年吼，这个美国迄个布希总统吼宣布讲要卖台湾150只的这个 F-16，然后一直到1997年的时阵吼，开始来交机，吼咱开始成军，但是真不幸，为1998年的时阵就开始发生代志。但是经过这差不多20多冬以来吼，甲今日甲昨的代志，咱看起来是有够惊的代志啦吼。但是你也看哦，那咱看网站吼，像讲有一个 F-16.net 吼，这个网站伊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吼，佫有一个网站伊叫 Aviation Safety Network 吼，这个飞行安全网络吼，因这2个吼拢有专别吼替这个 F-16吼做一个统计。是。那过去吼，1979年吼，差不多70年代吼 ，F-16开始服役嘛吼，1979年到2018年，只要在40天的时间内底吼，全球吼平均来讲吼，差不多有4948只的 F-16全世界。但是这40天吼，我有676只。4000多只要5000只，有600多只失事。失事是。好，所以伊的比例差不多是13.66%。OK。好，咱讲咱有150只啦，哈，这阵高赞这个数据。那咱依个去年来看吼，咱有150只，是，吼损失有8只，所以伊的比例伫迄个5.33%。OK。若挂昨的这个 case 来看吼，150只有9只来失事吼，伊的迄个比例吼，差不多伫迄个6%左右。所以照你讲吼，你讲不管是去年之前的5.33，还是咱今年所发生的这6，甲全世界的这吼13.66来讲，台湾的这个比例吼，也是远远低于吼世界的平均。是。另外吼，一个时间互大家参考，就是讲过去这40天来讲吼，平均每一天世界差不多有16.9只、17只的 F-16来失事。是。吼，但是台湾伫过去这20天，平均一天来讲吼是0.45只。吼，所以让咱以时间来看吼，台湾是无甲讲吼一当损失1只的这个比例，其实嘛比起世界的这个水准来讲吼，也是较低。是。所以我感觉啦，用这个科学的数据来看吼，其实台湾的这个对 F-16吼，台湾空军的这个能力吼，我感觉其实是真好的吼，真会使肯定的。但是下面头拄仔讲着讲，是毋是最近个攻击吼，对台湾的这个不是安尼吼来骚扰吼。是。
我相信可能我有这个几率，就是讲，我一方面要增加我的这个振臂，同时我平常时的这个training 这个训练也是爱保持，所以整体台湾的空军也是讲，我相信花莲其实因为是一个足重要的这个空军基地嘛尤其咱即摆的敌人也是强军有足侪是为台湾东部的海面来，所以花莲这个基地伊就相对上就变得足重要。所以整个我相信过去这一冬、两冬以来台湾空军台湾国军整体的这个路程的负荷我相信是有增加。但是是咪安尼来造成讲咱的飞行员还是咱的空军安尼做疲惫无法度应付？我感觉也阁无到这个程度。是毋是安尼真疲劳啦咱讲爱应付着这个强机可能咱讲看袂出来，但是有这个。大家就伫遐安尼摇啦安尼其实嘛无介好啦因安怎讲咧？因讲这个强机啦拢伫咧咱这个西南这个海域才出现但是咱讲这回这个失事的这个部分一个花莲这个空军的这个基地咱讲 F-16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咱看到是西南海域，但是咱嘛看到讲进前伫咧演习的时阵其实咱嘛讲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位置啦咱讲这就是过去拢讲这就是爱这个什么飞行机爱飞来这来做一寡这个训练的这个动作当阵无媒体嘛有去报道啦是毋是这个强机的这个因素其实这个国防部嘛做回应，伊安怎讲先做来看。17尾仔一只 F-16的战机，这篇夜航训练起飞了后，消息伫咧花莲的外海。原本定伫咧18要去立法院备询的国防部长严德发去花莲督导搜救的情形，交由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出席。面对外界质疑讲是因应中国军机侵扰加强训练造成的，张德平强调讲，请外界卖乌白药来影响到军心。在没有事实调查完成之前，我们不会做任何的预测或公布可能的原因，尤其呢。在西南海空域，我们对应的主要兵力是嘉义以南的基地的飞机，都没有动用到花莲基地的飞机。那花莲基地昨天的这个事情也是例行性的训练，夜航训练，这是我们每个月都要执行的，所以说跟这所谓的西南海空域是毫无关联。10月份以来，中国军机真接扰乱台湾西南空域。11月初1到10月为止，这个月记录着13天扰乱台湾的记录。初1到初6连续6天，还佫有14至18连续5天，甚至有过一天上侪8只飞过来的记录。空军司令部强调讲，这只失去联络的 F-16战机执行的是例行的训练任务，相关机务的工作拢有正常执行，甲西南空域的状况无任何的关联。有关失事的原因，也佫爱等专案小组进一步调查。有立委批评讲，今年战机失事已经第4件，国防部爱追究背后结构的原因。共机扰台的事情，在去年到今年是大概增加了1/3但是不管这个是不是共机扰台我们自己本身的战备，然后我们自己本身的妥善，其实都是我们要去加强跟重视。另外嘛，传出失联的飞官上校蒋正治，迄天早起也佫有会议，可能休训了无够。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强调讲，按规定，空军执勤进前要有8点钟的困眠。蒋正治飞行进前休困的时数，嘛是调查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到底是毋是这强机的这因素咱讲这个空军真接爱去应付因所以咱讲体力上也是讲压力上真正比以过真正是加真济咱嘛做一张图表，咱强军真正这个军机定定来侵扰到咱台湾致使这个空军的负担变较重所以咱看到11月份进前已经侵扰到13天，有26只厝啦咱讲伫咧台湾空域来活动空军真正互省断了负担。真震动但是咱讲进前咱都咧讨论讲开钱嘛是真上重伫咧10月这个初7的时阵咱看到海空军因为爱来动这个强机也好，还是讲这个军舰也好啦开了312亿块啦所以咱讲到11月这可能这个数字也佫增加起来。另外咱嘛讲到空军255亿，海军7亿啦今年这国防预算差不多是3580项，占总体的8.7啦到底是毋是强机的这个因素？这个张教授你安怎看？头拄国防部的副部长已经讲足清楚，是这边这个出代志的基地是花莲，甲主要爱处理这个强机来的这个单位是无共。OK， 而且咧头拄咱的这个资料嘛足清楚，就是其
今年就增加300多亿嘛。是。其实对国家安全来讲，吼，300多亿根本是应该爱开的啦。有影啦。吼，真正占咱的国防预算嘛无悬嘛。莫讲300多亿啦，为着台湾的安全3000多亿吼，嘛爱开啊。无啊，你无开这种，大家真正等中国来统治啊。啊，你迄个时阵你莫讲吼3000亿、300亿来杀掉，你嘛可能伊要摕就摕啦。所以这种代志吼。吼，你问到一般人吼，你买车一定是安全较重要啦，爱有这个安全气囊吼，无人讲啊，我买一台车吼，为着省钱吼，这个车这个钣金吼用塑胶就好，安尼毋是较好较轻，较省油，无人是做这种代志嘛。所以讲到国防吼，讲实在增加300多亿吼，对任何个国家来讲吼，都是非常正常。甚至吼。莫讲中国来甲咱威胁吼，正常吼考虑这个各种的因素吼，每一年拢爱提升吼，嘛是应该啦。台湾的国防预算吼，讲比其他国家来讲吼，真正用到军事上的吼，已经无济啦。是吼，大部分的钱吼，咱吼其他所在吼，是毋是这个退休的人员啊，这种各种的眷村的这种的买厝这种吼，这当然是会当规个来讨论啦。但是真正军事上来讲，咱伫这个亚洲吼，甲日本啊、韩国啦，莫讲日本、韩国甲新加坡比吼，咱拢无讲偌济啦。所以这个正常为着国家安全，为着台湾的安全，这是应该爱开啦。但是咧，这就是我头拄讲哦，就是这个咱的空军吼，是毋是爱有其他的这个方式，就是咱爱这个。这中国的威胁愈来愈严重吼。咱即马虽然有买新的这个 F-16V 吼，但是爱等几项年，佫会当交机嘛。所以咱即马伫即种时代吼，即种咧过渡的时间内底吼，是毋是爱有一个补充吼，爱有一个临时的即种方式吼。我想吼，虽然可能一定爱增加费用，但是这对国防部对咱的政府来讲吼，应该爱放啊足非常的。重点，近年大家来讲为着防范这个疫情嘛，这立法院通过的预算嘛是几100亿啊，讲实在，这个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无比这个疫情佫较无严重啊，所以真正爱编特别的预算爱来这个处理这个较新的无人机F-16V 交机以前的这种的这个中间的空间我想这是政府加这个立法院爱来真正考虑，因为这第一就是头拄仔讲到，就是对咱国军的这个士气还是有帮助。第二嘛是对中国一个足清楚的这个表现，就是讲不管一切的代价咱一定要保护咱台湾的自由民主啦。这个你不管如何咱就是有钱出钱，有力要出力。这是对台湾来讲，我感觉是必要。是有影啦所以咱讲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部分，爱去做一寡这个检讨啊，甲提升啦其实咱嘛讲这回有人嘛咧讲啦这个 F-16这回这个试验这只无人机讲这个还未换装啦可能嘛是一个大因素。这个教官你安尼看吗？因为讲这是甲伊有换装无换装咱足歹去来按算这个原因，因为讲毋是讲即只嘛所以讲咱这所以讲主要的，就甲迄个副部长伊讲共款啦，咱莫去预测，讲是安怎，因为即款机械的问题即款飞行的安全的问题，因素太多啊，所以咱即马上要紧，人找着，人甲救倒来，这上要紧第二点就讲即马人敢是讲阿强甲咱来乱是要来甲咱消耗。我是感觉讲，这是互相伫遐消耗呢虽然讲无毋对，咱有消耗阿强伊消耗搁较侪伊毋是敢若对咱呢美国互伊压力偌大印度咧伫喜马拉雅迄边几若千公尺迄个边仔要去拢咧哭咱去西藏旅行过，拢知影讲迄款的氧气无够的所在，佫有迄个高山症。迄讲莫讲你去遐要执行任务，要拍战咱去佚佗，你就
都爱身体都足袂堪的。是。所以讲，伊这拢是压力，伊这拢是伫遐消耗问题是，咱即摆咱的经济来讲，所有全世界国家，咱算讲是较无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佫有成长对阿强来讲，伊最近的经济足歹的，伊的足侪所在地方上连薪水都发袂出来，是，所以讲即款情形伊的压力更较大啦。有影啦吼，所以这个教官你有讲到啦吼，就是讲，若是对国军是算长，对强军家己，因家己嘛是算长啦吼。所以这个苏子训吼，伊嘛有讲到吼，强军的战机，无论因是国产的还是这个俄罗斯产的，咱讲这个发动机啦吼，还是讲航电系统，拢这个吼，这个真无好啦吼，还是不足啦吼。另外咧，同时阵伊爱伫真济战区安怎咧？同时阵去侵扰日本的这个 ADIZ 也好啦吼，应付美国的这金沙也好啦吼，还是讲中国、印度这个边界这个纷争也好，搁有咱台湾海峡遮吼，还搁有这个南海区域这个纷争，哇，伊嘛是真正无用吼。所以对强军来讲，算长的吼嘛是因家己啦吼。但是咱讲的，真正咱的这个咱讲这个空军也好。军官也好，其实因一个面对这个压力的时阵，其实嘛是一种消磨啦吼。但是这个消磨落去，国军咱头拄嘛讲到，检讨的这个部分爱入来吼。咱继续搁请教这个副研究员吼，咱的这个部分吼，体制安怎个会较完全的吼？这个失事率吼，可能会当减少。另外吼，面对这个消磨的时阵，咱吼也是这个建军也个较健全的。体制的部分吼，我相信因为失事吼，这有时是一种或然率、几率、probability 的代志，所以有时你讲，若拢无发生，真正就无发生，嘛一段时间拢无代志。是。有时伊发生的时阵，可能久会发生一件代志，也是意外。但是我做歹讲，有时迄意外可能会刷咧。小连刷，小连刷也是真接近，你讲小连刷佫真接近，当然，互咱会感觉讲，奇怪，哪会安尼？但是因为这，哪像咱头拄仔两位前辈咧讲的，这足歹讲的，有时这人为的因素、天气的因素，还是机械的因素，咱拢足歹去要的。所以我感觉像咱头拄仔一开始讲的，也是要等这个事后的证据有的时阵，咱较来看。体制的部分我相信其实咱的国军还是空军其实拢有真好的一个 SOP 基础，就是讲那意外发生的时阵，当然咱上好是会使先达人吹出无人机吹到，会使吹倒来，尤其是人会使平安救倒来，这是上重要的。第二，你无人机会使吹到的时阵，你顶悬的这个通讯联络你会使看伊过去的这个记录是安怎款当然人会使搁平安救倒来，等伊慢慢健康恢复的时阵，伊这个记忆记忆也好，还是这个memory 倒来了较搁来迄个做一个迄个搭配互迄个原来迄个状况恢复，然后较来我知影。其实咱的国军我拢会请美方来做一个迄个鉴定，协助也好啦调查鉴定所以其实我相信制度的部分其实拢有一连贯真好的一个安排。所以当然像这种代志，咱希望莫去启动，还是去搁一直咧做这种代志但是我相信，军方也好，空军也好，其实拢有真好的一个制度安排，所以这件我感觉其实较免烦恼。是啦咱一开始咧讲有媒体咧评论上，就是讲这个军运无好，国运无好啦2020年自1月咱看到这个初二的时阵，这个 UH-60M 的这个乌鹰直升机啦就意外伫咧这个新北乌来这个山区啦咱看到迄当阵联广部的这个参谋总长沈上将然后。到另外这个8名这个拢军官军事官拢有8人来死亡。另外咱看到7月初3迄当阵是这个咱看到伫咧演习进程伫咧高雄桃园园这个部分这个做训练的时阵兵准来落海啦7月17的时阵 OH-580D 啦这个正超这个直升机伫咧汉光演习的时阵起飞了后，这个引擎转速过慢伫咧新
德来摔落啦吼，迄当阵嘛是有2个人来死亡。另外，咱嘛看到10月初8时阵，陆军吼迄当阵是这个金门防卫指挥部来进行着联合反登陆的这个操演，迄当阵战车吼，敢若因为这个车速伤过紧，并落了后，真正是起火烧啦吼，着火烧。一死一个人伤啦吼，咱嘛决定讲吼，另外10月29，就是咱头拄一直咧讲的台东基地 F51这个战斗机来战机吼失事的这个部分吼，这个中校来死亡。另外就是11月17吼，咱嘛真正望讲吼，咱这个失联的这个上校啦吼，真正会当找出来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这个 probability 的这个问题，有当时也是小连续来。咱头拄嘛回顾到这个 F16吼，伫咧1999年迄阵，迄当阵嘛是发生了3站意外啦吼，就是咱头拄一直咧讲的，这个检讨的这个部分，今年检讨真侪人嘛，真正提出着这个制度上安怎去改，也是讲吼国军你都要检讨啦吼。咱佫请教教授啦吼，就是讲实际咱讲吼，除了检讨以外吼，佫有啥物会当吼这个国军的建议？咱请教教授。这其实吼，咱看到今年吼，虽然意外，大家感觉亲像足济吼，有15个人吼不幸。这个离开咱的社会吼，咱感觉足悲伤的吼。但是咧，咱观众朋友吼，假使年岁较大的时大人拢知影吼，古早的时阵吼，做兵是危险啦。有影。吼，这个讲实在一个书吼，伊这个每一年可能拢有几60个人、10几个人吼，各种的意外啦、车祸啦。哦，是这个对抗的时阵吼，这个武器走火啊，这种的我受吼，尤其外岛、金门、马祖吼，这个我受咱的观众朋友，家是时大人吼，吼，这有做过兵的应该拢有印象啦，吼，甚至有本人拢有吼经过这种危险的这种的状况吼，所以讲咧，讲实在，即马国军吼对于这个安全的这个保护吼，各种的意外吼，比起过去已经是真。降足济啊！是，吼，这是一个事实。吼，当然，咱希望是最后一件拢无啦。吼，这个上在这个降足济嘛是有啦。吼，咱是希望一件拢无啦。但是咧，我甲大家报告吼，因为咧军队吼，就是训练来对付敌人啦。吼，对军队的训练来杀人啦。是，用的物件拢是杀人的物件吼，所以咧本身一定有一定的危险吼。这是。每一个国家军队拢是一必然的，是，吼，你若爱全部拢无危险吼，就是可能你根本拢卖演习，吼，卖叮当，吼，这个上安全。但是卖演习、卖叮当吼，这个是爱安那来保护台湾，吼，这是真难的代志啊。所以咧，我感觉这其实吼，应该是一家一家来检讨。是，吼，主要我看吼，大部分的意外拢是训练。就是咱的这个技术的问题吼，所以咱国防部应该检讨，就是啥物物件旧的吼，爱换吼，就爱换。但是咱实力吼，咱的这个资源吼，会当会当负担的吼，就爱换。吼，这个人员的训练吼无够的吼，就爱增加。吼，需要请美国人、请美军来吼，就来请。吼，莫考虑遐济。吼，爱请美军来的吼。吼，甚至于吼美军来讲，啥物物件全部拢爱改，拢爱换吼，莫讲为着民主，吼，这个美军来，咱甲讲啊，这个爱改吼，第一爱开钱，第二咱感觉足无民主吼，所以咧因来讲，咱拢足礼貌讲好，是，但是拢无改。吼，我看吼，这个其实吼对国防有了解吼，这个大家拢知影吼，其实足侪问题吼存在拢毋是一天啦，吼，但是足侪理由、足侪原因吼。吼，拢是一代一代拢吼变做继续下去。我感觉这是对台湾不利，所以吼应该是国防部吼爱改，吼需要什么资源，需要有什么改革，吼爱改爱增加吼，这个社会政府立法院吼拢全部甲伊支持。是吼，但是咧伊嘛爱提出这个真正计划，吼我感觉这对台湾来讲吼。这是非常重要。有影啦吼，虽然这个武器咱一直咧买啦吼，这个 F-16V 啦吼，即阵嘛讲吼，伫咧买手嘛要来交机啊吼，但是咱看到即回这个失事的这个 F-16也好，还是讲咱看到10月29吼 F-51啦吼，有人讲吼哇，这就是咱看到这个机型伤旧啦吼，嘛有人讲啊，真正就是全面来替换，但是咱过去嘛有比较过吼，这个 F-51这部分其实伊的这个失事率吼，甲 F-16共款，伫咧世界上咱的失事率有影算。
真低啦吼，所以逐回若是有失事的时阵，大家都并出来讲，哇，咱的机械拢是旧搁老啦吼，也是讲吼，咱去甲美国买即个部分吼，拢是旧搁老的这部分。教授你安怎看咧？我感觉讲这是大家无了解吼，因为讲譬如讲，咱这 F16是洛克希德马丁是因出的因倒一只的飞行机吼，伊内底所有的迄个，伊拢有一个编号系统什么零件伊的使用年限甲什么时阵有一个 SOP 到时你一定要换。OK 所以讲这毋是讲咱有要安怎会使讲迄落大家拢讲哎呀咱大概买这种开足侪钱别人买的无遐贵，为什么无遐贵呢？因为讲咱一改譬如讲伊即个机型是特别为咱台湾设计的。OK， 所以讲咱一改迄个零件一改就要过6年用的。所以讲这个所以讲你加起来伊的开钱会较侪佫有啥训练的钱。OK 所以讲这拢是所以上要紧的一句话就讲咱这20年来台湾的安全是靠因替咱冒险。OK， 所以讲咱即马莫加讲话，实在讲起来，咱爱为因来祈祷，拜托天公伯啊，互伊会使平平安安会使转来。这毋单是咱做一个受到因保护的人所需要的。是另外台东的县长伊讲迄话我讲实在，我捌即个姚庆林伊这个人应该是毋是伊讲的脸书做一个县长，伊无即个趁一个时间，有当时就小编所以讲搁着伊就爱为着小编的迄个讲的话来负责。讲实在，咱看这伊的私事的迄个年代足侪拢国民党执政的时阵发生的，敢着迄当时马英九敢着负责。所以安尼讲是无意义。我相信毋是这个县长讲的，可能是伊的小编安尼无了解就安尼写。所以讲咱上要紧就讲有啥人有责任，啥人爱担。OK， 若讲拢照 SOP 伫遐行，结果出代志，莫着讲为着互大家一个交代，搁来抬一个啥物将官，抬一个无意思。我感觉安尼毋是负责。所以讲，咱爱体谅着讲即马迄个军中做长官的人足歹做。是，大家拢惊会出代志啊。毋过有当时这就毋是讲你安怎小心，你安怎会使迄落。我会记得我伫军队的时阵，迄当时郝柏村是做迄个总长，伊规定讲，咱做兵的一定袂使徛落摆。OK， 安怎？伊讲行车好啦一年，因为讲徛落摆，损失的2个赢的人，2个赢的兵力啊。OK， 所以讲伊讲袂使徛，所以讲即款代志，迄当时伊会使安尼规定，即马啥人敢安尼规定，无法度。所以讲。意外有足侪情形，哪会讲是意外？就是咱安怎来想，嘛想袂到。是啦但是咱嘛讲到真正若是发生事故的这个时阵，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一个大算盘，还有咱讲这个武器的大算盘，当然人也是较重要但是咱讲真正有咧加速，咱看到 F51这个失事了，可能讲哇，这个机型伤旧啦这嘛是加速的这个心声。拄着这款心声的时阵，咱看副研究员你安怎看咧？当然我感觉加速的心声这咱一定爱得重视啦佫一点足重要，我感觉就是讲咱上基站第一线的这个阿兵哥也好，也是这个军官也好，因确实是第一线的，上头前的足侪操作，足侪战术的部分是因爱去执行的，所以因的看法、因的想法，因对这个武器系统的这个感受是安怎？我感觉有时颠倒中高阶这个长官因的意见当然，我有经历过迄段时间，因的历练、因的眼界，我相信我拢真宽。但是咱落实来伫迄个实际咧操作的时阵
真正咧操作是第一线的阿兵哥，搁再中尉，那样飞官来讲，中尉、上尉、少校、中校，这是主力，尤其是上尉、少校、中校，这是伊的主力。所以因的看法是啥物？因的感受是安那？我感觉。应该较注意因的迄个感受佮想法，我感觉这是一个重点。有影啦吼，所以第一线吼，咱讲吼，一个尉官也好，这个校官也好啦吼，其实因的这个想法，尤其讲对这个机械这操作，对武器的这个熟悉程度吼，比这个较官方的咱讲这个军官来讲吼，真正是较熟悉啦吼。但是咱搁一届吼，讲到咱讲媒体有人咧评论，这款这个军运无好，这款话千万唔通搁讲啊。另外咱嘛讲到吼，这国防部即阵嘛强调讲，强机。伫只起无空，这个因素吼嘛唔是吼重点啦吼。咱嘛讲着吼，因为这都是平常时的这个夜间训练，搁一届嘛爱强调讲吼，大家先莫学白药啦吼。但是咱嘛爱强调一件代志，就是讲吼，真正出代时阵，这个日头顶大家讨论较真久，但是讨论较真济啦吼。但是买手，咱嘛看到时间一个拖长。这个检讨报告一个出来，大家嘛是遗忘去，袂记入去啊吼。所以嘛爱避免这款代志吼。真正咱讲头拄人才也好，武器也好，对咱国家来讲吼，拢是大胜当然拄着这款这个失事的这个代志吼。所以安怎预防嘛是讲无爱去思考的人，蔡政府嘛是爱来去思考讲吼，今年遮尔啊济的时阵，咱安怎啦好啊做一个收尾啦吼。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